你的伤口还没有好？应该算好了吧，我复原能力也算快，对。来，谢谢这台哦。谢谢。好，谢谢。我一说是因为家庭的生计的关系，所以得出来也帮忙，就是赚钱。其实不是，对，那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以一个好玩的心态去试试看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自己本身有在做艺术创作，那我觉得不同的生活体验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创作的养分这样子。有各种的可能，但就是老话一句，就是只要给法官也相信法律。对，有制造问题的人也是只能透过法律去收拾这样子。对。我这阵子是有忧郁的倾向。其实因为很多网友他都觉得说你有忧郁症，然后赶快去看医生。我的心理状态是 OK 的，是正常的，对啊。但就是带小孩真的是会很累，也或许是说是其他的原因让觉得心情不好这样。对啊。女生会比较不放心，可能跟女生多接触过。这个我觉得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人砍了你一刀，然后那个过程应该是会很痛，但这个伤口总是会好的。那就是这个伤口好了以后，希望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好好照顾这个伤口，让它复原的更好，还是说就是时不时拿刀来划一下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往好的方向去走就好了。对。所以其实就是婚姻现在维持的这段感情，对，小孩维持的这段感情。我觉得不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父母有没有在一起都没关系，但一定要父母都是快乐的，小孩才有快乐的可能。对。那有回温吗？也会努力这样子。应该是说，我觉得都是用坦诚跟互相尊重的模式去相处，因为我觉得人始终会有一些自己的隐私或是秘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说，以前我对他也是这样子，就是尽量的信任这样，对。对于昨天的晚上的事情，有原因的。那其实我的本意绝非如此，就是因为我在10月1号的时候收到了法院的通知，就是马先生的太太张丽萍小姐要提出告诉。对这些。其实我入行快20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当下很错愕，然后也觉得可以理解梁美婷小姐的做法。我以为就真的是戏载人散，然后我没有想到还会在我生日的当天再收到这件事。然后我左思右想，我觉得也许是真的，因为之前在拍戏的过程中都没有时间跟心情好好的去跟敏婷好好的说过我内心的话，因为每次都是在很错愕或者是仓促的状态下，不管是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清楚，所以我想要在就是晚上的时候跟他用我的最真诚、诚实、心里诚实的到他的面前，我想要跟他面对面的诉说我的心情。我没有希望他撤告或者是什么，我没有要他做任何决定，我只是想告诉他我知道我做错了，然后我还怕耽误他的时间，所以我有在家里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那
其实没有亲门踏户，我晚餐的时间有先打电话给他，然后他有接，可是因为他说他在电话中，所以他再给我电话。然后之后，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他接触的经验，就是他不想要跟我面对面，所以我觉得那我直接去他家楼下试试看好了。